家家有好食。马莎哥哥来主食。哎呀，大家好，我係這位啊。大家好，我係晶晶。啊，根本嘢同大家講啊，看電視愛看家家有好食。那啲開始食東西哈。十邊個？你蠻好聽啊！你係乜嘅？你是徐教授嗎？那啲開始唔識看過葉教授。來弟啊！開始是做唔得炒藝啦，哈。咁講你開始什麼？開始就係講啊啲，我見邊有請到真嘅葉教授咯，用大家開始，開乜解唔點啊？開始，哎，開始要講啊，後面有光，可能你別去開始，嘅料理嘅葉教授，哦，料理界，真嘅啊，哎，料理界食材也要好好的開始，要用滿色，用滿足，係咪？好，好，3強你都來。小愛 say 哈，來沒有懂？哎，你剛被我點到穴道了。我來分享誒，葉教授，葉田味，葉教授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海鮮啊，剛啊，沒殺太改一下葉起高叔，你這樣正經的高叔哈，葉教授，因為太改葉教授了。開始一下，那本身是好做料理啦，然後前多朋友說請我打電視，那個高級人又蠻做，所以講叫網絡上嘅葉教授。真嘅，高階高聊大家就可以學你葉教授。你可以農創係啊，嘿，哎，你按 fashion 呢，來看一下你 fashion 的 DIV。哇，很 fashion 呢。然後講你行到路上來唔定，我以為你是 rocker。你會彈吉他嗎？你既然葉教授，我會雕舞。雕呢？雕舞哎。請我雕。你會雕舞，你會做料理，還有乜嘅？是雕舞，主食啦。主食。今天節目是主食啦。第一頭早開始什麼菜？哎，你一直在笑的。啊，好了，慢慢讀。來煮菜啊，教授要教，搞太家煮菜啊，看好筆記準備好了哈。天頭出來準備乜嘅？你介紹問朋友是你客家係選燜絲魚啊。燜絲魚客家翻我問過。好棒啊，好棒哦，好棒有吐咪毛。哎，你請講嘅啊？一般是唔會啦。一般唔會，你咩營養嘅係冇？因為一好白。好白，自然生長。啊，田野呢？哦，經營以後把吊改。開始嚟做。主要是選好白底藻嘛，唔會要買少數梅，唔會要買奶梅。唔講眼唔係講你係梅頭，種下開嘅生意唔會講，我講係咪講到魚刺太多。哦，今日你放心，我教你種完全唔會驚。真嘅知啦，因為我爸爸媽媽前後學的係絲魚啦。結果嚟裝係我喺彈，用栽啦。絲魚，誒一般嚟講，你阿媽會買唔到嘛？田野的嘛，作來用蠻遲。是目前你都市破開啦。都市破，你要處理好嘅係啊？要處理好嘅。都市破開來。係，佢地板都會長嘅。長嘅了解，但係主要石板係亂雪唔得。哦，用板講。叫乜中托啊？叫種度數嘅，雪料嘅奧利度喺度。哦，所以講石板係亂一天冇雪。處理好嘅，嗬，就冰冷殺下來做乜嘅？先炸過。先炸過。油溫誒差唔多幾多？幾大？中溫啊，高溫。差唔多中溫就做得。你小時候你開農場開幾久嘅？我原本是講，專來要教田樹。係啊，田樹嗬。係。哦，因為老人家年紀又大咧，一塊爸爸媽媽種很多菜，要學很多雞咯，我想呢個公司咱拿出來料理，不然你好朋友來分享，所以講開始講，我開間串湯來食飯。哦，就吃寬啦。因為朋友嘛唱來打電視，係啊，去食餐館你做嘅菜嘛，比如講，哦好啊，他就是鼓勵我。哦，可以跟川湯來食飯。一直講，將來主要是講配老人家啦。老人家很多歲咧。哦。你喺農場有學嘅，學到還有乜嘅？啊。種青豆、香菜。還有竹筍。哦。青豆，像你啊，種青豆苦瓜。苦啊，青豆。跟你說，根本就是農村的生活誒哈，跟動態係冇，天動態。
雕杯唔过。哇！要前度夹啦。哦，给按看有抢赢，还要抢赢啊？无唔知讲我是主要讲，一家不家，哦，爱兄弟姊妹，有农忙那些，他要转来退休。哦。要炸的，然后有金黄色哈。金黄色。那种料理了。哎，你有很多次嘛？这种鱼呢？也是，因为佢哋非常多次哈，所以讲你也炸过。生意。咁吧，一般来讲，你哈按你河蚌的好做嘛，有多嘛？因为你啊本身哦，人为因素还有天然因素有冇？你河蚌见到变少了。嘿。当年喺度会出千哦，5秒。哦。按你算系循环永续。放鱼苗吗？放鱼苗，你啊冇病来讲，你啊现在讲你便宜的啦，是。嘿。你啊便宜的可能好少啦。系啊，你啊做唔得哦。做唔得，你而家做成了经验的。系啊。来，一片来看哈，剪到有点黄哈，有点差。叶教授爱省钱嘛个东西嘛。姜吗？姜嘛哈。我们把切姜吗？切片是做的嘞哈。切片。那你以前做过主食系冇？你系讲转到农场再开始哈。之前有会口串烫啊。譬如讲妈妈伫屋卡哦，你看像伊奶奶新手妈妈，佢都冬天安尼烘的啊、煎的，哎呦蛮看差唔多好。除体係你家講，哎呦，啲油包哦，唔係皮皮薄薄嘅啊，差唔多是像那順順的油嘛，差唔多是好嘅。哦。啊，我啲咧就係呢個水分素體咧，冇水分咧。啱講，冇唔會有個魚翅嘅問題。你形容版老啲魚翅嘅問題少睇嘅。你按你炸子攏嘅骨頭先炸酥啦。係。炸酥安尼，等下又加用烏醋。哦，叫攏嘅骨頭軟落去，醋會軟化，然後你煸差唔多要3點鐘嘅時間，有冇啊？你骨頭完全冇骨頭咧。你是不是會畫骨綿掌？哎，啱講起咧，你選日地，這個哈，又便宜冇便宜，然後選日地咧。你啱講起咧，你真緊哦，要用心，因為你做係佔農場啊，唔單淨係照顧自家屋企嘅農場，照顧自家屋企嘅農田。人當要照顧到阿爸阿媽嗬，所以嘅料理也要為佢哋想係冇。食材是講記得非常好食啊，非常好食，還是講骨頭有很多啊，還是常常啊，要不細細啲，你有冇亂加蒜？係啊，喏，骨頭就附在去。哦，我想你切只是你煸咯，骨頭附在本容易加食。我要差唔多做得咧。好，我煮嚟吸油嘛，唔是？唔是，要部分嚟。好，唔係嘛嘅？要切只你是落喺你燜鍋嚟煸。哦，切只去煸呀？也是唔是講唔多清香啊？係。本身帶到肉唔怕。就係食等佢鋪嘅肉，向下醃來煸。唔可以這樣。兩個真嘅東醬咧。非常醬。慢得學啦。慢得。因為正有一說吼，如果係上到以前阿公當好釣魚嘅，佢釣魚陣，譬如講釣雞嘅陣來，細雞嘅哈，用樹枝夾，吃一下，腸子擠出來，用泡出來泡用溫陽就在綁飯。哦，特別記得有冇？係啊，我未食過啊。冇唔出錯嘅嗬。我記得骨頭有冇清多？清多啊，古早講阿婆會用泡誒，生嘢出來，吃到酥酥，就吃起來像蝦味鮮的感覺。對。你看你炸都是酥的啊，酥然後煸裡面。三號來做乜嘅？你要放落去哦，配料哦，你係乜嘅？也是冬瓜。唔係，黃梨啦。黃梨。哎呦，我撈到冬瓜，因為你客家人仲會種。一般是你苦瓜、鳳梨雞。係啊，哦，自家做。唔係，一買，超市買也多。主要是講鳳梨嘅味道有啲甘甜。其實鳳梨沒有鳳梨酵素，裡面沒有軟化骨頭。係啊。哦。那倒落去。好。來，講下還有乜嘅？它是切嘅，薑片加切咧。你不用記得是啦，唔是太多。不用薑片就。按妹。去那個魚腥味。還有乜嘅？還有乜嘅？
加工来吃，功夫就在这边。功夫来了，无错，无错。哇！这骨头会好捏。不改算次。用啲了汤。汤，那就一般的砂糖就做得嘞哈。一般的砂糖。那汤部分，客家人我们是甜哦。嘿，冇善甜，冇善甜。是。好，还有乜该？开水。好。哦，开水。今日泰国啲人哦，啲葱嘅啲。要等下哈。哦，我等下。你一到做把洗来洗去嘛，添面糖。哦。水腌锅係冇？腌锅。慢慢看得到哈，食材個食材叫做倒水落去以後腌過去哦，哈，真有過關咯。按做得咧。按做得哈。前面來喺大火先煮係冇？大火先俾滾以後呢？滾，然後關到最小火。滾以後關最小，燜多久？像這種魚體來講有冇？按細細隻嚟聽聽。差唔多3點鐘。做的是你好食的荷包，冇走開。哇，3點鐘咧！葉教授，做得嗎？有香嗎？有啊。做得快嘢動一下嘛，看一下好了來，長快嘅嚟動一下。做得咧，做得咧哈。水燒到差唔多咧嘛。唔過而家泡嘅魚泡得真好哦，按你看樣魚咩冇散嘅。你看下有。有可以了。好。嘅，你不要而家講，本期再講燒一下，嚟切葱，來切下。一弄來估一下哦。好。葱我們要切絲哈。好。就這樣。哎呦。一般川湯都是個清蒸魚有冇？這個麵當是鋪那種。係啊。但係要燒嘅火。嘿。平一排呢。你那50點都燒就熟睇咧。好，龍媽媽講哦，葉教授佢哋下都搞太假，有上時人搶出來吼，不用攞腦杯，不用冰箱唔冇，水分都冇誒。迄講我冰喺冰箱，做咧用保質保冷吼，唔過你下冇用保質啦，先用塑膠攞嚟做保質保冷。迄講你不用攞杯，冇上一冰，水分冇誒，係搞唔咯？轉去就落下嘅水，吼，裝到溫幾百度，切好，不用攞水嚟煮，有冇？它就會馬上好像活了起來，好，是這樣的。你要有醬哦，有醬，掉過來咯。好，掉過來。好，聲音哦。哇！打開來。香，太粗咧。我攏講，我自家做唱到已經表情都冇用，一太高自家就哇，其實。真正好吃到不行，你邊個當人講啊，自家煮按路邊的可能冇感覺，不過冇香哦，那你下哇，口水要掉下來對不起。我還有譬如個黃梨哈，還有挑絲的米絲。錯。你食起來是乜啊？鹹啊，甘啊嘢啊。我想唔甘食唔嘅人一定會當好食了。好，佢一啲水唔怕，水下嘛，冇，滴下嘛，唔怕哦，好，哇，我冇想到嗬，喺荷包唔做就做咯，香咧，睇嚟啲油有冇，熱油有冇，淋下份油。哦，係要油嘅花係啊，係冇油咩唔怕，冇油咪唔怕，因為個油嗬。做得迄少少葱還有弄個叫咩啊？葱的啦，跟上面比較對比較香啊。來，用大家講，葉教授教完你大家做嘅，按到乜解？荷巴蟹魚啊。哦，荷巴蟹魚。也很重要啊！三温暖，你冇看谱哦。厨神來，
6、2、3。哦，神魔供养嘞，真嘅冇供养。老师，你不用好了，不用比人也系讲，按你叔叔的切，不用人啊，好切。哦，不用人哦，对班。英英，做乜㗎？英英落嚟一下，好。我本人是隔壁。给开玩笑，哈，客家焖西。我夹把油出山的咧，真嘅。有可能骨头哦。佢現在睇過有什麼啊？你有看到骨頭嗎？你打開看，哎，有看到。我講就直接食下嘢，食下嘢是只冇骨頭。係啊，食唔出來有骨頭。看到有骨頭，雖然竟然冇骨頭，要小龍應該學非常好。真嘅。我知道人家切了真厲害呢，因為啊雖然講冇淋油，我自己好是從的啦。係。弄啲魚嘅皮下去了，就會覺得說哦，你魚嘅底部度食到個強強嘅味絲，個魚嘅顯出來咯，唔好老到講啊魚嘅煮暗叫。葉教授，我知道你有一種蔥燒鯽魚的味道，係嗎？嗯，也有這個感覺，係嗎？鯽魚也按做。沒按你做嘛？哦。你識得會做做嗎？唔愛呢，啲嘢都唔愛，我都灰色嚟。冇奶味啦。冇，我攏灰色嚟，真嘅。係啊，我剛才魚肉啊，其實食得出來，知道它是很扎實的魚。不過吃到嘴肚有些就變綿密，那是什麼感覺？觀眾朋友你知道嗎？就是好吃。記得咯，做本養生顏色。好。葉教授，你也係學問啊，魚嘅沙下來有魚嘅，我想生肉。你有冇睇過雞有鴨味未？有啊。跟住我做乜嘅幫我食，細上嚟講排泄喎。誒，你客家人有冇？最主要咪白斬雞。嚇？白斬雞。你講點？好沒禮貌。好像有一點甜簡單味嗎？其實，你像你傳統式嘅干肉好食嗎？湘西吼甜粉呢，看運氣。所以講，上一你傳統式嘅，我是按你市場買干肉嘛，你就說好食。啊，這個殺嘅唔好食。用乜按用去？白斬雞你冇看佢簡單吼，但是設計料理起來有嘛，嗰時要真功夫嘅啦。啊，該出來看你做出來雞有嘛？有彈性，有滑嫩。哎呦，哎呦，講咯，按厲害，我攏講，葉教授有葉問的感覺。你不講，剛剛化骨綿掌，你有看葉問嗎？葉問，安尼，阿陽你你數攏係比啦，葉問，好葉問，你也葉問一下。好葉問。介紹海島菜人都嘛解？白斬雞，客家白斬雞，哈。哦，葉教授啊。白斬雞，你學問動態。其實從你來介有嘛？簡單料理啦，好，要是表現佢食材好啊快。所以講你一家學來介有嘛？你看是啲。一家學嘅哦。我讓我按感通，就一家學嘅來不能你食。你的介子開始學到兩下有嘛？那麼1年的時間。1年哦。我攏講我看雞肉吼，係唔係放山雞啊？係講飼料雞。我講看啲肉色、啲皮色就啲，你都會給什麼來？一般像你要是有地瓜，必須地瓜、南瓜、冬瓜，還有香菜。包粟米，全部你自己種誒。哈，可愛的姐。你要試嘅東西當初就唔過慳咗隻哦，就會跟嘅雞要認同嗎？你看佢腳嗰啲嘛，細細啲嗰啲，臉哈，其實相當緊嚼嘛，結實，很結實啊！你看它這個體態是低嘛，非常結實嘛，又認同係蓋嘅啦。煮白斬雞，客家白斬雞煮方法咯，有功夫哦。這個好冇學就冇是同街的功夫嘞。哦，兩個是高明。好，十幾哈，十幾很重要。還好。
先来水，等于水滚。等于水滚哈。一般来讲，熟的鸡吼，差不多几太几重。一般从那概量来讲，差不多在7斤左右。哦，然后胸盖哈，差不多在10几斤有。哇，10個斤，做得好多安泰間要ram雞嘛？ ram雞未要啊，ram雞差唔多要咩？差唔多10個斤啊。正經要食到健康哈，放山雞懂少，因為你遐雞吼大量的飼養，錯，要先切嘛，該先來切好嘛。因為你夏天到咧，唔嘛哈。你是講開胃菜。還有開胃菜哦。你以前食那個白斬雞啊，稍微雞還有開胃菜，溫跳魚好咯。嗰個溫結種哦。一家種咧？一家種咧，吉條菜。哦，吉條菜。吉條菜哦。你啊，台底已經到末期咧，冇乜嘅料咧。哦。啊，做得因為用做得用錘頭未做得啦。你啊，見面嘟嘟錘頭一種未食。哦。做重量一招哦。係啊。很感痛哦。你是切片有嗎？好，從你切好咧哈。我們就不用落去。這邊咧，鹽不用幾多，差唔多。就3度。3度，俾佢脫水。係脫水。啊，等下佢水分就會走出來咧。很嘅功夫哦。等下唔係冰落去煮好嘅咩？冇啦，係你三溫暖啦。哦，嚇？三溫暖。因為一解好雪冇雪嘅嘛。一主要步驟，你也先做。你冇캠프哦？冇。就真嘅搞唔嚟㗎。在這個節目總得캠프啊。好，水滾呢，三溫暖開始咯，哈，先冰下去。你啊水滾咧要嘛？你先冰落去。先冰落去。哦。調哪足咧嘛？哦，調哪足咧？你靜差唔多3秒鐘。1、2、3。好，行起來。起來。哦，佢水喺你要滾嘅狀況之下，你按個冰落去。哦，聽一擺咯，滾嘅話，同樣幾條足咧？比溫一下。也是1、2、3，再拿起來。還要第三擺。第三擺。你看雞真係濃醬哦，真係濃醬。好啦，一次哈。第三擺咯，同樣1、2、3係嘛？好來，1、2、3。啊？不用起來了。唔是起來啊？對，好，因為你蓋氣候腹腔裂位溫度，你下也些佢表面溫度，同時腹腔裂的溫度冇同樣，所以佢熟嘅程度時間會冇同樣。哦。所以講你嘅風機漸了以後，佢底位度嘅溫度啦，冇位溫度同樣。好，你咁標落去。像你一種蓋差唔多，應該差不多10個多月差唔多，像10張嘢。你做差唔多，像你細火滾要嘛，半點鐘。然後關鐵，必須半點鐘。煸兩半點鐘。炒嘅甜分哦，熟的地方都唔會走出來。哦。古所講你係細火開始誒。鹹上去。半點鐘以後。也有滾嘅嘛。係啊。要小滾就好咧。好，你是鹹起來。鹹起來。好。鹹起來咯。準火嘛，火強樣。鹹起來就準最細火。最細火哈。哦，最細火。最鹹咧。鹹咧。半點鐘。個先嚟等，跟住下切嘛該，等啲時間先切。差唔多樣咧。按住樣咧哦，按住做的，下標嘛該。辣椒啊。辣椒誒，好食啦，你用點係好食啦。又唔會辣呢。哦，香。又香。就係講你啱轉去農場啊，乜解些都係自家做菜，自家去種，自家去樹生，解咪係愛自家去幫去散檔，半日走下，還要係去轉來，很多食會甜麼？我許多，一做自家喜歡的食有嘛？大半夜他食了那種小眾，你看到歡喜哦，看到心情就好咧。你用飯都唔會甜，嗬？用到醋。你要是酸的或是冰多的哦，你都經驗咯。哦，好。
啊，你的酱油又会染的有冇？哎，你酱油满，系啦。主要是见梅头林。嘿。哇，你看米丝就出来哈。老师啊，你还干嘛改啊？因为客家人有冇？习惯表那香菜啊。盐水。哦。那没好学啦。那没好食。我创好香菜有冇？焖條油。炒。焖條油仲好食啊。好，香香冰上去。安尼就算前菜做好嘅係，再個泡一下。泡一下，好，你冰冰上邊熱燜一下。好啊，跟泡一下。你按煮差唔多5分鐘有冇？差唔多嗬。加葉教授講，你雞嗬差唔多要30分鐘，半點鐘，加啲滷做5分鐘，差唔多一定25分鐘之內就做的是雞肉咯，冇這塊哦。哦，成冇咁樣咧，真係冇咁樣，係用嘅凍醬嘅雞油出來哈，要凍香。來，做得冇一天數嘛？唔怕，唔怕哈。好，你25分鐘以後咧，你雞肉是濕好嘅，很醬哦。哇，看你改皮改色。以前吼，我婆安尼做，其實講係要謹慎嘅話吼，濕雞做唔得溜皮溜骨咯。你看，你雞肉結針嘅。老師，你冰下來，冰比冷也係講，按你所做嘅切。冰冷啊，好切。哦，冰冷哦。你要切一些有冇？雞肉它還沒有縮下去。熱脹冷縮脫離。你啊，我們先澆米酒。好，來鎖洋酒係冇？因為今日燒嘅時間有冇？你啉到酒。好。啉酒更容易嘿。它這個香味是出來的。一方面就得降一下溫呐。你看我多笑一聲。一般的米酒就做得嚟嘛，幾鹽咯。然後鹽巴有冇？因為佢燒嘅時間有冇？你米酒跟鹽巴下去，因為吸溶用哦。就我們瘦瘦的，對不對？瘦啊哈，也算是按摩的一種。好，那去做 SPA 一下，就先三溫暖了。來香港哈，師傅，你按厲害啊，你都會化骨綿掌哎。如果給它用一滴滴的去做來切的，係冇？涼一點的切的話，佢肉 Q 起來些有嗎？我們吃起來就 Q 彈 Q 彈。哦，難怪。啊，你稍稍切一些，佢肉因為佢慢收收之嘛，會散散。哦，你從運動的感覺係咁樣。廚神來了！噔噔噔噔噔。多大隻嗎？幫你配樂。你中間捧下來。頭腳先。唔驚噴到嗎？唔驚。好，唔驚。唔驚啊！嘿，相信就做唔得驚。頭腳哈先剁脫啦，對半，非常的利落。然後講嘅雞湯吼，溫順乾啦，溫菜啦，當好食咯。我諗講哦。正然好吃的白斬雞哈，剁嘅時間咩凍蔥油，你剁咗唔好食嘅，是真的不好吃，很奇怪哈。係啊。好，用下來。香港款擺盤也是一個功力哦。哇！通常多啲時間哈，唔都等到阿婆啲做下係。英英，做乜㗎？英英落嚟一下。好。這本是雞皮。係冇？你寫寫以為係冇？寫啊雞皮哦。太假搶啊！咩？六本龍應該。哦係哦。但是龍應該。龍應該會六本筍嚟食，六本神馬食。係啊，龍應該那都蠻得選。六本筍是。本來你摸下寫寫時間哈，轉眼一讀解就鋪了很多很多的報紙，然後就開始叮咚啊！哇！你啊冇雞皮咧？冇雞皮，即刻選到咧。
我的身体小黄瓜，你还没你用那个刨丝刨一下，小黄瓜几个钟哎？小黄瓜呀，你用了底呢？哎呀，一看出底个香呀苗呀，又给你发现，真的。好，来，很姜哦。你看，我们刚才做的小黄瓜用那个嘛，切挑出来，嘿，切挑出来，我们就放下去。放下去。因为夏天呢，因为会得干肉。哎，我冇想过切挑出，放雞肉喺麥介面絲嗬。整個案子啲咧。係啊，唔睇得出來講唔解哦。很姜哦，本日掉啦，唔係姜哦。啊，那麼該搶睇架式，客家白斬雞。嚟哦，4號。海陆双鲜来咯！有批到了，有批到。上冰咧，上冰的冰的冰上，係咯，唔冰仲有麻煩下。對對啊！哎，你改葉教授當照顧自家改哦，你自家咪看下攞去變一下，看下攞去變一下。你我冇不如啲買紅糟炸雞嘅狀態冇？哦，哎呀，做上去咁簡單，我啲冇不想講，哇，紅糟炸雞好厲害，其實自己未在做。接下來是兩個副名詞，阿文傑講哦，讀得很好，要排隊嗎？好，我下多啲。阿龍講啲對最好是冇人都愛笑，你看我要游泳的感覺，你結咗隻做係嗎？哎，這個做來咯，絕對不含防腐劑哦，我唔驚酸的哦，哎，盡量吃那個玩意。钙原土、雜色土肉，香港。我覺得那個嘴唇因為竟然射肌嘛，那鈣肉忍不住，對不對？動向才應該嘴唇碰唇啊，竟一直溢出來。唔知講咁傷害。啱啲講啱厲害。哎呦，沙皮哦。阿龍講，以厲害食材、厲害教授、厲害厲害嘅，阿龍講，家有好食當厲害，所以我辦。魔法兔哦，哎，那種魔法兔養狗很難看，我們找打手來的。我養的住所嘛，總業務哦，鍾主廚，你好，主持人好。哎，他的笑容好可愛啊。主廚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各位天師，前面的觀眾大家好。爸爸媽媽一聽講，阿爸講，哎呦，嘅當面霜，有只有嘅當面霜嘛，也係你客家13名廚之一。哎，掌聲鼓勵。是啊，是啊。沒人來講安東啊，想講葉教授吼，研案後帶來好的東西，我一定要找到跟你一樣同等級的師傅來煮一下你嘅東西，好嗎？好啊，好來，師傅來介紹一下，你煮乜嘅？今日呢，葉大哥今日帶來食材啊，我今日煮嘅吼海陸雙鮮。哦，海陸雙鮮，來看一下給我們慢做好冇？來，海陸雙鮮。海陸雙拼的嘞，做點嘛？要配合一下音，你可以來一個嗎？海陸雙鮮來咯！哎呀，而家識雞肉嘅應該當有啲啦嗬，來海陸雙鮮，古所講雞五嘅嗬，河板五嘅，還有雞肉，來開始做。我先做乜嘅？今日呢做嘅嗬雞肉，哦，係用雞腿，雞邊肉嗬，雞邊肉咧，哦。啊，雞邊肉呢，今日嘅雞邊不好食，係，好嫩，就嫩，哦，啊，先佢一骨頭，好，哦，出嚟，好，做葉教授講哦，拿來做
幸福料理。幸福料，哎呦，有记得吼，幸福料，幸福料理，好，塑胶拖塑胶落诶，塑胶拖嘅係上電用用貨嘅。誒，嗰條作用係乜嘅？作用吼，我原來我標嘅是米酒。米酒哦，米酒。標下蚊點嚟推去打開掉嚇，有乜嘅？紅麴豆腐。紅麴哦，豆腐魚，紅麴嘅豆腐魚嗬，誒差唔多1碟半嘅2碟。2碟啦嗬。2碟。有鹹又有酒味哦。食咗。誒，這個還蠻方便吼，因為我想講愛按摩，我這樣帶薯啦唄的。是哦，果然。哦。幫他馬殺雞一下。變玉米。玉米咧，係你呼吸沒有變相。係啊。比如我哋變相烘哦，差唔多1點鐘嘅火力，用玉米。係咧哦，因為要做海陸雙鮮。哦，所以成冰咧。成冰的，冰的變相。係咯，冰仲要麻煩呀。對對。啊。那虎鮑魚咧，哦，係嚟成2片，5個2片，成大概，係嚟第一料理吼，係嚟焗夾熟。哦。恰恰嘅肉一道，肉一道，哦。你係乜嘅？地瓜粉。哦，番薯粉。番薯粉，哦。哦，通常吼係有果粉出來破咯。破吼，睇個客煮吼，油脂太多。油脂太多，按你油溫吼，差唔多160度。哇！哦，冰下以後，慢慢嚟冰。今天的冰哦。今天的冰。因為咧有一點酸半煎炸啦。好。溫粉可能出下唔可以粘薄嘅。係咧，因為喺炸嘅吼，係另外咧焗中皮。其他肉包。哦，炒。哦，老師直接用炸魚的油。係。係咧。你係乜嘅？蒜頭。蒜頭鹽。蒜頭鹽冰下去。又係純高麗菜。純高麗菜。哦。這家滷嘅也係賣嘅。這家做嘅。這家做嘅。哦。按你炒吼，炒到有失敗，純高麗菜香味出來。哦。有批豆啦，有批豆。葉教授有冇？有啊。啥來嘛嘅？黃豆醬。黃豆漿哦。係用這家做嘅。咩這家做嘅？很正經可以用心吼。因為你葉教授嘛，個東西自家做，你下來咩做唔係熟。不識啊。好。炒到黃豆漿出來，米線出來。黃豆漿。有米線哇，有。真香。哦，阿嚟咧，18水。好水。我炸幾道鹽到差唔多。食材上高麗菜。哦。這個龍蝦酸味，還有嗆出個甜味做出來。好，第二罐。啊，冰乜嘅？係冰。紅菜頭絲。顏色高。紅菜裡面有甜。啊，木耳。糯米係起嘅還是棗嘅？棗嘅哈，棗嘅泡水浸水嘛哈，浸別開。我太愛食。哦，東西冰下去變太火。變太火。沙來冰乜嘅？炒啊呢度。係5個差唔多嘅。5個差唔多。這件時間算得準哈。來快。好，來。你那個等下食飯。哦，你嘅葉教授當照顧自家嘅哦，你自家咪看下攞去變一下，你又學了嘛？我姜師傅要溜劈薄冇夠。哦，自家聽人做，咁啲叫做種乜嘅東西嗬。2片咧5個嗬，好貴。2面，溫度。咱嘅上高麗菜米絲試得特別快。我按你煮到糖有啲熟起來，係嘛？熟起來。好，按你可以嘅。按你可以嘅，好咧，可以，我成種起來。我種起來。好。媽媽，剛才你啊之前做差唔多備1點鐘。好，那這兩方法沒有意思哈。來。就變開1點鐘，一倒出來嘛。那按呢吼，個個可以打開來。冰係失敗，太白粉。哦，太白粉。因為太白粉冰下以後，你看你米絲下一太白粉只可以保護，
但侬摆保护给在炸的油嘛吼，鸡米虽然唔会散出来，啊鸡肉好个包在一块。又嫩。对。哦。强用不用下去。哎，不用下。哎，这唔是像来你用手安尼焖来焖去哈。豆腐乳会合。会合。哦，不用麻烦。哦，不用烫，系啊。好啦。烫是不用。糖係用23糖就做得嚟嘛？23糖可以，白糖嘛可以。没可以哈。好，来，我们好。嗰啲糖強用哦，用個糖防片的方法，按摩一下。當中咧，我冇不如啲買紅糟炸雞嘅種係冇。哦。哎呀，做上去咁簡單，我啲冇不想講，哇，紅糟炸雞好厲害啊！其實自己未在做。係啊，睇有家自己去做。開火哈，幾細火嘅油嘅哈。細火。細火。啊。咩有啲像半煎炸呢？係嘛？因為火吼差不多160度，安尼炸吼炸200。哦，要炸200，用板講。因為一般咧炸咧比油熟，天一般炸唔啲油吼，逼出來。哦。你濕咧吼唔會清油。啊，外地韓國搶酥。哎。我們第一次炸，第一般炸吼，他們160度咧，吼比炸他們有3分鐘。3分鐘。炸他3分鐘。我攏準備好，要吸下油嘛。你看看轉一2廚可以嗎？可以。可以哈。好，哎，差唔多上油食油切切嘅哈，再開大火，用底部度嘅油逼出來一啲咧，哈。好來留起來。喺陽光睇油啊，通常你都用那個餐巾紙吸一下油。怎麼叫做 Q 彈？你看。對呀，我已經看到他在跳舞了。青醬。真嘅凍醬咧，好香好香。然後講普通的雞肉真嘅冇法都做到安尼。看着葉教授認真的表情，弟弟好，來感覺弟弟他在想自己的那個回去要怎麼再弄一個什麼料理，黑貓。弟弟做的，偷偷的學。後來一定油，空姐油哈，它的煙，煙已經上來，它已經在加熱了。嘿，等到煙差唔多要冒誒，就做得到標準去。用加下你絕到嘅油，即個逼出來。哦，同第一擺炸嘅冇用，雞肉係上面控。它我該拋出來，大概泡泡很多。好，上魔粉。對。差唔多。好，差唔多咧。個檢體，嚟我攏準備好咧。哇！很多是搶酥，搶酥，搶酥。哦，尤其個雞皮哦，係啊，很有聲音哦。我講正經的哦，雞肉好，食材好，泡起落嘅油唔會污糟。用啲九層塔剁末，切前菜哈，剁末哈。你還要想到鹹酥雞不是最後都在不用切前菜，啪，你不是，你要優雅的吃，切成細末。它聞到香味了。你用啥哈？最好的食材，最好的頂級廚師，向下拿，太家講，主廚，準備嘛問太家先。海陸雙鮮。海陸雙鮮。哪一種感覺？擘開很多鐵很柔情，用最溫柔的方式煮比，而你食到的東西溫和，還有擘開好多愛的泡泡。來啊來，叫下來，叫下來。哦，攀走哈，容易啲農場，讓朋友叫下打丟西叫樣。英文都會標出來的，叫做 finally， 我終於吃到了。
你刚刚在做事情的时间，哪一种感觉？嘛，该很多铁汉柔情，来吃到呛了，真跟呛对的，张马英。你们来看到叶教授也是按那个心情，按他的天，按西五的，按讲的给，不管用乜个方式，用最温柔的方式做笔，而你吃到的东西温和，还有乜个好多爱的泡泡。 爱心，所以你讲的幸福的感觉，係冇？你今日用亞太國嘅食材嚟做東西，你自家感覺有冇？幸福的料理。你看你粗犷的外表，講出來發都溫柔，我攏講溫柔，我馬上講最錯，而搶最講最溫柔的音家射到木子都會跌出來，你知道溫柔的感覺了。我吃到嘅係葉大哥農村親切嘅盛飯，還吃到你總主廚煮出來嘅是快樂的料理，幸福又快樂。人生最快樂的時候就是這個時候，就是這樣而已，沒有什麼好多說的哈，有你點聽。葉大哥，葉教授，怎麼看這個？我想到講，你的食材有冇？你的台廚簡單的料理有冇？真嘅，好食。你把6點鐘一做出來曬，點落去15分鐘。冇，我攏講今你做的吼，不管係白斬雞，還係講當簡單的燜魚，根本係簡單哦。我攏講唔係講佢嘅主廚，而係學嘅釣魚嘅人，嗰種最簡單的幸福係拍實學唔來。韓國嘅係對於咗自家愛嘅環境，韓國木卡嘅人嘅一種付出，還有他經過他親手的料理，用心的執着。嗰種朋友，鄉親朋友啊，你有想過你自己一個買成飯冇？有陣時吼，賺錢賺咁多，唔係錢多，唔係錢少，很想一個買成飯，食買東西。當你食最簡單的東西嘅時間，你就會想到你過最簡單成飯，給出最簡單、最滿足嘅幸福。什麼兩啥咯？吼，當然啦，還有一種幸福係乜嘅？準時收看你嘅加油，好唔好？歡迎國家來主席。真係了，我係加水。你講我幫你算。今日呢，你最主要是食材要 Q 哈，像你嘅青菜哈，一家種嘅，魚一家熟嘅，哈，主要係芥葉哈，一家熟嘅放山雞，你不能影響食到健康，然後用你嘅菜呢一種幸福嘅感覺。